传统的电影搞笑但是画面是很搞笑啦。唱的有模有样。来，卡丁安公，卡丁安公。也是青岛国术背后的推手，推手，这还真的，韩德国金球奖，对，像话吗？没他刚赢哎。客家音乐如果没有他应该就少了一大块。真的哦。爱，真无奈。爱，我唔知。大擂台，當時俾睇下我牙縫住。梗係啦，你彈舌音係咩副唔差？佢唔係彈舌音啊，你係 vibration 副唔差。那个叫鼻腔共哦，对，那个叫什么？应该不是叫弹喉音，弹喉音是在闹捏。哦，闹捏大擂台，这个是闹，不一样，共鸣点不一样。不管什么点，你都听唔到啦。真的，你根本就係闹捏大擂台，鬧捏腔下來，正經我哋衝山歌咧。特別加白啊，所以油腔都安尼也就安尼特別加片吼。特別加片嘅。有後上嘅有落嘅，副上他個搞流啊。冇唔錯。哦，上到後上有衝山歌啊，就知道有好戲好看。動態嘅挑戰啊，對啊，看迄個搞笑嘅，也迄個演奏創歌嘅。根本嘅分享啦，本睇就係唐山歌搞流啦，故說冇平分，冇平順欣賞。係啊，這清楚一本他個糖糖啊，安尼客家嘅歌謠，傳統嘅小調歌曲啦。叫無糖到係咩？所以有唱六族來賓。六族後上嘅來賓啊，全部都喺上啊！歡迎。有自成的啦，有年強嘅。娘娘又來，娘娘，她自己又發光了，有嗎？對，她今天是應該來搞笑的吧？哈，對啊，不知道誰跟她一起。是。你們影同一空跟她一起的人真的蠻倒霉。說明跟她一組就天天好聊。哎呦，哎嘛，好了，分享他個啊。分享他個。哎呦，觀眾朋友馬上去後果荷塘了。好來，第一組係吳義珍還有林義堅呢。好。那這是老少組嗎？這個不是，這叫示範組。哦，示範組。兩 V 組，我想說，等一下上台我們問一下，看示範組啦，兩邊演技慢演較太，慢演較細啊，示範組，日本嘢彈一下，乜都唱歌嘅，哦。帶來大開通啊！好嘞，大開通啦，合唱啊嚟。黑洞大天，天是太高。三妹出來靠岸始終，小娃里吉那才是哪里？才是這裡，親那兩個。狗啊叫妹，叫。
采花枝呐，四个探花龙，五个买钱个，六个娘子好啊，七个鸡上牙齿，探探鸡上牙齿，八个水手陪我来哟。先做个拄啊得来小事啊难办。春光结彩，廿几副头下，两条剑马底，打死那脚臂哦，讲地个三妹输来命啊！爱输来命啊！哎呀，哎，已经开口一神气候哦师。范族的无功用。大家好，师范族有厉害嘛？哎，安尼个。哎，蒙人破书呢？快，哎，尊重在哪里？呀，你传统族那个国术咧哈，对吧？对啊，你比赛全部天命成绩都清婚呢。哎呀，冠军国术还开玩笑。哎，厉害。有一次就冇看到咧，哎好久了一路就帶嚟暗後堂嘅歌你之前有來過啊？有啊較久冇來。已哎較接來泰國較少來，較少來。你看有冇雕強啊咯？唔過我哋去 T 拜合唱組合，鐵板組合，嘿第一次合體，演是當叫對吧？你是當叫咧？一嘿，叫誒。 7、8年有咯。 7、8年呢啲還好啦，因為唔係講7、8、10年。你都係嘛7、8、4來也爭10個年哦，啲咩？最近呢來都也即9張演出嚟都錯嘅。誒錯，之前都賴延珍先生給他向下上課。哦，一開頭嘅時間。係，他有期盼有沒有比賽嘛？當年都有佢出家台地有比賽。還有佢係攀檔到發通，發揚下啲客家文化。係對，這萬年演出嚟嚇。係啊演出以後，就頭擺我都嗯賴老師教嘅時嘿係同學啊，嗯。同學是講我都唔識唱下對唱歌啦。哦。係，一出冇機會向下對唱。先生教嘅時間，人家上課都你那上。沒有呢個片嗎？我喺啲竹洞啦，竹洞作動，我都攝唔使字，攝字啊。邊喺作動上課啊？哦，南邊的伊係哦主動送課，係啊哇，眼神哦。哦，對啊。因為賴先生講嗬，嗯。喺我嚟鬧嘅擂台比賽，一定要經過佢嘅乜嘅熏陶。哦，生有對面嘅機會都錯嘅。錯，大家都講咩？各位先生有各位先生嘅搞法冇共用啦我弄嗰佢個嗱，講真係咩？非常安尼皮膚皮膚嘅難先難先生係啊啊，，佢嘅創嘅神歌嘅人，都冇講都冇講。清後堂啊，清後堂佢愛演的咩懂厲害啊，厲害一衝出來就是客家山歌，對，係嘛真厲害，真厲害。還有 T 8合眾咧，對啲擺合作。希望見來見到嘅機會啊，係咩？好冇？做得係啊冇係啊，哦，反正兩位學長學妹，係啊，學長學妹啊，安子生呢？什麼兩位師範組嘅安子生，係真係厲害，啊，也可以哈，對，非常錯，安子生，謝。哎呀，好啦，下一組。下一組嘅林桂蘭還有強亮嘅偶像帶來是白魔，哎呦，這兩位我丟到胸下了，來，很魔咧。傳統組嘅山歌比賽，結果比，我中當就10項呢，是，哎，唱歌講啲怪，好，然後就說啊，那應該是血糖太低啦，那個肉排啦，那個雞腿啊都給你吃，結果下組宣布入圍了，哎，
有入围，然后一直叫奇怪，庄瑞昌要赶快来报道，哎，怎么一直都没有？应用哎，心中的问题。哎，心肌梗塞。哎呀，加入比万年群呢。吃，忙到阿姐头上变无奈用，阿姐头上桂花香哦，细阿姐拢加款哦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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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细阿姐拢。那有有的有，春那呀树，无啊呀吃，无到阿姐头无变无奈哟，阿姐头无无言言咯，细阿姐拢加款。那哟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那哟，细阿姐拢加款，那有有的有，春那呀树，无啊呀吃。无啊呀吃，无到阿姐无米变无奈哟，阿姐无米两头弯咯，细阿姐拢加款，那哟，那哟，哎呦，哎呦，那哟。那有有的有，春那呀树，无啊呀吃，无到阿姐无米变无奈哟，阿姐无米两头弯咯，细阿姐拢加款。那哟，那哟，哎呦，哎呦，那哟，细阿姐拢加款，那有有的有。哇！你做嘛？啊？平生。哎呦，俺老都给你用搞笑哎，但是是画面是很搞笑啦，但是唱的有模有样。来，卡丁安公，卡丁安公，他比较适合这个配乐吧？我跟你换起来啊！换起，你又不是我老婆，我跟你换起来，换起来我等下会。我帮你换呐，我帮你换呐。你换，哎呦，见鬼啦！来，打个领巾，配合。
来，转了，我们舞台，我们 super star 站 C 位，好不好？对，刚唱的还有模有样呢，真的厉害啊！哦，一个穿古装，一个穿睡衣，睡衣，哦，这个是睡衣啊？这是睡衣吗？睡衣，干妹，这应该真的是睡衣吧？对，真的。哎呦，你是真的把自己当做自己的家啊？这是他的人设啊，对啊，强松啊，对啊，动作去给他减红嘛，因为会是半模嘛。是半模啊，对了，我名了名一样。那个 T 拜合作哈，系啊，T 拜等于哦，你也是好像。委屈了，这个很勇敢，什么声色不羁。你真的是熟女专业户。对呀。秋下欣赏咩嘿啊，归兰姐咩嘿。金班演出好了，反正。今年好，某今年年好。不要跟拍子，壮壮老师，这样会唱太多，不要跟拍子。对。他们做那拍后场的部分，你会懂爽哦。哦，喊讲的衰唔听，讲也是衰唔听。哎呦，真的噶！哎呦，勇敢耍就好了。小兰姐姐哈，虽然自己今年对这个动有信心呢，你因为发种的时间哦，其实可能讲的讲哦，你就会上到两片毛汹涌哦。哎呦，毛汉哦，那上个汹涌会跳奖。会太漂亮哦，就是有点不协，要有一点微微的，那不可以。所以他的脸是不协调的，至少呗。哈，现在被调整是协调，是毕卡索。他发肿发厚了就会协调给。啊，没有，音哈就天气是我有太小，你看我耳朵这边也是比较那个，这边会比较小。哦，不然就会啊。今年的东西叫毛片啊，你先我本意点叫人做记号的事啊，做记号还买来楼下哦，你还马上。他是为什么要做记号？需要认什么吗？对啊。哦，这个没这边是要看咀嚼肌嘛。咀嚼肌啊，你像那个许孝顺，他就可能就两边就很平均啊。对。所以他习惯两边都吃东西。他也可能是吃槟榔吃太多了。对。没有了，他没吃槟榔啊。基本的不用调酱吼，我唔聪明。红颜薄命都知道。你还应该写书没？哇，那你应该可以活到150岁哦。用没问题哦。大都记嘞啦，他靠脸吃饭的小兰姐，她生一条。哎，每一次都这样。拍这个老制作单位这样对你，你怎么还每次来？你是不是 M 啊？他真的很挺我们节目，真的啊，很多人讽按摩喊了你，懂魔喊，他真的很挺哎。还是你来到这边才可以遇到阿姨跟你搭配，你喜欢？清强啊，对啊。真强哦！强嘛！如果人节目唔要唱嗰隻，那都嘛個阿媽，李賀阿媽，對不對？哎呀，你好像對老的都很有興趣，有點興趣，有點興趣啦，生氣的啦，生冷不忌的，有。阿你安排給小蘭姐姐還可以嗎？還可以啦啊，跟秋霞老師比起來還可以吧？可以，都喜歡嗎？好喜歡，好喜歡啊！不是問小蘭姐，我現在是問恐龍啦。你要不要聽一下他對你的感想？就收到製作單位該統敵啊，我就就揉眼睛，給我看一擺，超強啊！超強哦，有超強哦！對啊，今天就鼓起勇氣來了，難得的一個體驗。剛好沒事啊。還是你最近因為又要發片，還是要幹嘛？所以你最近又發一集國語然後台語嘅國語。你又發國語了？單 Q 啊？無聊就發無聊就發了，前聽到。係啊，創學嚟。創學，冇創呀？冇。都係有音冇？有啦。有啊，係啊。係忙真實發行。係啦。係嘛？真實發行嘅時間我充滿他個糖啊。好嘛。好。今日拍下做得啦哈。做得。啦哈。你帶下去，叫我帶下去，帶轉去。調一張摩托八天天啊，還有濕泡。係咪啊？係忙乜嘅？係係忙滿啊！你哋全部當雞高呢？時間來。唔知邊個係嘛？我是朝天見到，根本都天公啦，根本唔聽。係啊，半夜都天公。要講咧，我係咁上晚講啊。因為我過年啊。排泄按叫我看到你最近冇係嘛？鄧焕儀。節目客家電視台。大擂台。
赞，水啊，100个水赞。啊，還有嘛？你最近冇係嘛？張勇。我最近還有啊。還有啊，還有啊。有表演啊，還有表演了。有演唱會表演啊。三腳ถ่าย叉呀，有乜嘅有。三腳菜茶你有啊？也有學嘅阿歡啊，有三天啊，賺菜呀。有。誒，佢冇偏我躺起來以後呢。上啊，春沙阿姨後嘞。没有，他真的没有配音，好听他没有配音乐，比较好听哎。哇，真的，真的，小康老师也有你 hold 不住的人。对啊，我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有啊，周顺才有糖豆彩排 ，hold 住那个，hold 住不是 hold 住，我们 hold 住跟 hold 住差很多。不一样，哦，是梦小兰姐姐啦，牛兄啊，感謝兩位名主持人，愛機會，愛機會。好嘞，坐好，歇困一下啦哈。哎，其實看到那個恐龍偶像哈，安尼啲節目安尼出來，很認真安尼打標，標到安尼，這動文戲呢？係啊，你睇動文戲係啊，動文戲。哎，小蘭姐冇看見安尼啊？用誒，我冇看見用誒啊。他是鬧熱名模啊！哎，其實他好像會通靈的感覺。用辦公。我覺得小蘭姐，你有沒有通靈對嗎？真的哦。哎嘛，不會通靈哦。你有那個能力對不對？對。真的。我12歲就開始拜王公，然後拜那個觀世音菩薩做義子。哦。所以不能講髒話。哦。不能講，所以總那講歐洲味。上次金融的，所以他都會托夢給你還是什麼？哎，對。哦，真的哦，給我團工嘛，該。因為他上次就跟我講了一些事情，我覺得蠻有道理的。哦。那個是好像不會出自於他嘴巴的一些話語。哦。對啊，我覺得哎呦。就是突然他上架，然後說出一些大道理。就像佢條下講嘅，人生得冇強用，係因為要做記號，冇反應唔出來。哦。係冇。干咩兩種？對，但是佢上到中央。我從來會幫忙個大廟、太廟、觀音娘廟當多善良人。哦，哎，下一次我們再弄一個特輯，然後好啊，來聊一下這種大家的一些特殊能力啊，特殊能力或者不同的技特異功能，應該大家都很有這個經驗。如何把直男不，如何把湯匙搬彎這樣？反正來就來了嘛。對，哎呀，好啦，來，好，沙雷廖強勇還有總水從帶來菜茶請講。好嘞，彈過來係。張啊夜裡來是啊新年哦。
两位古人。左左右右，左左右右。走到那古种哎，哎呀，你还古种啊？天推啊，天推大啦，没有。哎，你做拍摄的奖啦，真的真的。哦，有样。台湾还没有同学讲拍摄的奖，比较亮眼。没有，今天的那个化妆师特别把我画得特别漂亮。没有，每次都画得很漂亮啊，真的真的。那个妆前。妆后哦，懂演哦，所以形容上面拍摄的就安尼，这样的意思。拍摄较纯洁又漂亮，就同亮啥共用。对啊，两位就是天生的一对啊，地造一双这样。银色咩黑啦？银色呀，银色，嘛银色，还银色，银色，银色嘛，银同佛符的色。啊，算了，真多人讲我讲，但他没说过。我都去中国用佢亮嘅哦，一天唔亮熊妹就會亮公婆，係嘛？哦，夫妻臉，其實長得冇兇。有槍，冇暗槍，先是有神髓之槍啊！神髓槍，神髓。我同你講，他只要看到人閃閃都認唔出來。其實我們長得不一樣。哎，冇，他認真的。他們真的是有夫妻臉的。有啦，有亮啥，真是有哈槍。姐妹臉、夫妻臉。你是10多年了呀，10多年了。人家嚟講，我本養老，假如我看到，唔會用白相。我們兩家庭，兩家庭全部讀碩士，大家讀碩士。其實做咗副長教我呐。教我就去沖神過嘅。沖神過搞料啦。沖神過係新的。講唔得啦，搞料啦，咩搞我？哦，用詞啊，用詞啊。會做唔得。做唔得話。哦，嘅難講哦，唔會聽哦。有咩講真咧？唔單止個嘅創都好，咩幾好，有愛心，係嘛？你有啲本單就先有愛心就啲，所以從大個咩係呢？係嘛？先有愛心呢。而家有在做長照沒有？有日照，身心障礙日照。日照，你做日照啊？因為我到個新竹縣那個智障福利協進會做理事長嘛，就屋卡有智能障礙家長有200-300安尼，組織個隻協會，我做理事長10年前就開始誒，所以我就開始為咗照顧了條生意哈，就有設立了條我創辦的。幾樣時間我想去創辦呀？因為生意搖呀咩，我本人搞快嘅，要本人偏。自家本身有。就這樣生意，我哋協會員全部就屋卡有身心障礙症，所以我想啊。安尼吼，就可以安尼日照，日照就然後政府省項補助啊，哈，本了條家長有個喘息的空間，去認真做條路，安尼就社會吼也有貢獻啦。像專業員來照顧啊，啊，生意呢吼也唔會搖呀。那個日照中心也目前有多少？有兩間啊，有差唔多23。2件啥？10個啥個係固定的，就是日照，就係20條。佢輕嚴重嘅，還有輕冇嚴重嘅那？有唔講係到政府有規定啊，強係就做唔得。做唔出來，唔是啦，也沒講做乜，就唔出來，就中途到重度我都有分數當中的神槍嚟做照顧。咁人哋會懂冇照顧冇？我有的會讓情緒化，會打人。我喲，有的會暴力傾向。你都動態啲咯。一辛苦啦，一辛苦。不過有專業研究係較好，畢竟他們是專業人士。大部分的社媒人訓練過誒。老師大部分社媒人較耐唔好。有啲日照中心有倡議都會欣賞。是三煞，唔係三煞啦，三煞，就三煞啦，三煞差唔多照顧20煞樣。沒有，一邊12，目前最多做在15煞。哦，15煞，對，照顧19煞。你這個本身身體都會掉嗎？我冇一層次照顧啦，但是我是。成立了個單位啊！咩嗌都係照顧，因為還有當到安尼啊，所以我本身係要做寄養家庭啊。你係寄養家庭。即係我寄養家庭有哪一種？對，有哪一種？就我即個要土壤嘅生意。我過的人來台灣寄養。沒就有的他們是社福單位介入。是不是這樣啊？從前他們本人大啦，大到才點本，像安尼開始，才是。
变多凯凯事件，菜系的。迄讲有按用个家庭的方，就临时就会很矮。按你带这无搞突啊呢？系啊，当然啊，冇原因啊。也没有神枪，这也要审核过漳州的。平常就有储备啊。这个很有爱心。像做寄养家庭也要审核过。寄养家庭全部政府会审核过。辛苦了呢。像人哋當無限，我講而家唔會搞本人呢。哎呦，那有一天我高我退休以後，我咪做寄養家庭。你當無限做咧，加不加奉獻金頭呢？人以後會變到樣嘅，係啊，你冇想到，哎呀，你冇想到會行啊呢？講我臨時讀到我老天爺賦予給我什麼能量？或者慧蘭姐姐等下要跟你說什麼？哎，對，他就通靈又跟我講說，以後我隨時要做好事，我做善事，要照顧萬人有搞不好我哪天我也頓悟了，我就開始就做，對啊，敷衍給人用，沒有可能啊。當然講，希望大家都做好事啦，沙皮上會見到見好。之前談過心創樣板。心創哦，萬言，哎呦，水從泰國。吉拜在那個托人。頭我過去了嚇，到托人比個傳統組嘅3個比賽，結果比，我做動就10盤呢，是，唱歌講佢怪怪好，然後就說啊，那應該是血糖太低啦，那邊肉排啦，那個雞腿啊都給你吃，給我給緊死了，謝，我都想睡夢，我說好啊，那你趕快去睡，休息一下，我們會更好。結果他就宣布入圍了，他有入圍，我有入圍，然後一直叫奇怪，莊瑞昌要趕快來報道，怎麼一直都沒有？就我想說，我是很高興哦，因為我少了一個競爭者。他自己主動放棄，不能第一名，某天就被第一名。結果經常幾唔錯嘅，第2、第3打電話全部打唔通。到差不多第4天的時候，趕快打到他公司去。我說奇怪，為什麼昌哥沒有來？有沒有去上班？我就這樣問。他說沒有他請病假。病假？用你用心中的問題。心肌梗塞。哎呀！送到家務病房裡面去。對呀。就是進拍攤啊，所以講風險跟愛經驗嘛嚇，然後電視機面前嘅觀眾朋友嚇，有幾種比朋友，唔會通哦，完全唔會通，唔會艱苦，就連當難，啊就將一些查檔水嘛嚇，水唔睇就見拍開，我要等人講，你拍攤嗬，冒冷汗嗰種，見拍攤哦，你要注意，有可能係心臟嘅問題，所以我就就去拖延嘅，好啲都好啲，有兩種狀況要注意哈。跟去到我講想去轉院，講你啊要當要去轉院咯，都會門口抽翻去咯。我講好，將醫生就簽好嚟排開。等我送上去，幹嘛？重症區啊！哎呦，看到重症區還沒昏迷啊！到醫院已經快要倒了。哇！那你還好自己，還好你有警戒心呢，跟後生呢，後代起家。所以講冇一下冇按呢福氣哦，今日也唔會多了。真係，好所以我哋很做啲堂機床過嚇。啊，喺度嚟講係。係啊，冇機唔就唔知簽萬人對床哦。冇按急數啊，冇事情啊，所以講我做一些社福單位哦，做一些義工有福報，就說啊，老天留下我有福報，繼續做，不是一定還有任務要交給我。對，一天我相信，必有後福。前他們有安的感想哈。哦，對，我覺得你看，我也開了4次大刀的人，我覺得老天應該還是有很多任務要交給我，還要錄5000集、10000集這樣哈。5000集哦，5000集要錄8輩子吧？我沒講累積啊，累積，希望累積來，繼續推廣客家文化啦。好 ，OK，好，什麼牛逼啊？這些，好，就可以拿獎。好，保養身體哈。係啊，身體要顧好了，哇，真的。
哎呀，莫听安福啦，有的。好得叫发现呢。哎呀，我去吃到毛毛爽快，一直冒冷汗。像我们专业不敢说一下，结果可能说就走的，动作做安尼。哎呦，哦，眼神啊啊！你应该不会常冒冷汗吧？我睡觉都一直在冒冷汗。真的？对，我都很怕我睡一睡就呸。不会啦，没有，我那个是睡觉在排毒。哦 ，OK， 好了，撒下啦，撒嚟彭于晏係要邱千人帶嚟頭髮佢。哎呦，好，咪老少組合了。頭髮開來卻發那裡無，阿哥來相愛，身上兩三行，一上來曖昧，艳陽那裡真，一上來曖昧，相啊那裡藏，每張每三上曖昧，叫命那裡風啊對喲。上啊床，每張每兩人交情叫命那裡風啊對喲。頭髮開來卻發那裡無，兩人來傾訴笑洋洋，阿哥來真心愛真意，將來結成好鴛鴦，好爭好將來結成好鴛鴦啊！对啊，这个母子组合视觉上蛮舒服的一组。对，蛮舒服的吗？视觉上哦，比刚刚那一对舒服是吧？哎，这一定比较舒服，舒服很多。冇一聽啦，感覺冇強用啦哦，千人姐姐，哎，跳舞來的呢？對啊，懂舞係喏。係啊。兩位感受是？感受是應該有合作過吧？有啊，有合作過。有合作喎。邊個合作？上次睇農業大擂台。咩 TVG 吧？哎 ，TVG 吧時間，松柏黑瓊哈合唱，我們上次一起合唱。上次有合唱過。那個我們上次唱什麼？唱什麼？刷中央，就是客家版的。哦，貴州客家版的刷中央。嘿嘿嘿。哦。這個拜馬有嘛？有啊，你記唔記得啦？記得
张奇怪嘞。他如果记得什么任何事情就记得就回光返照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这样真爽。我跟你讲哦，我最近开始有吃一些补脑的药了。哦，真的哦。你跳拜模式了。健康食品。容易吃。对，不要聊我的。对。还不如聊聊静媛姐的霸王。还有霸王，哦，顾寿莲还听100，他走了呀。听100，第二次。还有开吗？你的霸王？有，还有开。一天卖几颗？上万颗吧。不要讲。不要讲啊，怕茶水。哎，没有啊，之前我们你好懂哦。不是，我之前看一家那个饺子馆。哦，你开一家饺子馆？不是，我们不能凶。我住家附近有一个饺子馆，就是生意好的不得了，好到那个国税局的人啊，每天去吃哎。真的哦。就吃啊，在那边按那个表算，他懂几个人啊？你懂？吃到连那个处的处长吃到入股也是去吃。就吃到最后就跟看你是要让我入股还是要让我收税？没，冇啦，开玩笑，以为是高嘛？以为是高，以为是高，是高哎。金老师啦，来去静媛姐人点啊，也就中间有一种饿，就是妈妈怕你饿，姐姐怕你饿，姐姐怕你饿，一次放10个霸王给你，狂弄哎，狂弄，我真的就把它吃完，他用多少我就吃完，来就来了嘛，就弄一下嘛，对。然后你店里又缺人，然后你有我电话，你又不打给我，哦，还可以找你去是不是？对啊，门面担当啊，有神厉害，然后呢？可以滕州啊，对嘛，对啊，哦。他的霸王是属于哪一款的？我们是去新竹学的，城隍庙那边学过来。你有吃过啊？对呀，你有吃过？以前有带过来过。有带过来啊？对呀。有。你的鱼油没有用啦。直接供养中的。鱼油不会很精神吼，弄顶某哈后啦。哦。鱼油要多吃一点。要看人吃啦。有的人有效，有的人没效。这个会好可怕。鱼油是抗发炎啊。这个就剪进去。好了，如果下一次再请2位来，你们还会再一起合作吗？董演啊，钱拉斗就做对啦。可以，我愿意。你不愿意，我也跟那个红葡萄拿来盖一下了。没关系，老公有了呀，会让我唱哦。老公在那边，好多老公哦，哪一位？亮亮哦，给片啊，投钱给啊。哎，老公比13。霸王。哎呦，老公演倒呢。哎，没有，老公我轮天数了哈。他的店啊，哦，是他的店，他的店，我帮他忙的，不是他帮我，我帮他。哦，好啦，什么宋六妹、七眼鸡还有鱼，那是谁？谢谢。好，静媛姐那套衣服很高贵呢，高贵亮晶晶的。嘿呀，你看那布子就是有赚钱的，贵妇才穿的衣服。我跟你讲，你是不想让下一组出来唱歌？黑毛。这组2组都带慢影黑肉，慢影黑我怕他们来闹的。哦，看样子肯定是吧。因为他们现在要冲那条国人都闹唔讲。哎，朋友陈碧然有来稳住。好来。出这个学生诶，都爱演设计已經到個比賽，對啊比賽，誒咩都做冬天，最近家己人小學嘅，我小學都可以比誒，家會唱山歌誒。我的3個那個啟蒙老師在哪裡？慢嘢。瓊玉姐。哦，瓊玉姐哦，哎呦，哦，難怪。把空3年嘅時間，我就想講，試看啊，4個時間，我就用演設計，佢就講我唱什麼，你唱什麼。哦，難怪你唱得很好，手把手教學。來，給麥克風嘿。結果他第1名啊，我才第3名。真的哦。
也都係傳承啦，漏東西，三步走後來啊，哦，鬧到唔講啊，亂七八糟。係咪？其實這首歌很色，對啊，它是色歌啊，彈得出來啊，難怪唱倆兩沙。但我不太好適合陳偉如哦。真的嗎？對啊，但你的笑聲有點太大。那也更適合他。好咩黑？對啊，今天如果美玲來，可能就沒有那麼鬧。對，你也鬧不起來，都不敢。美玲不用鬧到50鬧到5港啊，一港就一港都5港，50鬧。你現在幾歲？你現在幾歲？35。35，20幾加30妹妹啊。他20幾歲的時候，那時候如果碰到美玲的話，是更。哦，更對對對，現在啥子麼個？妹妹就是妹妹呀，啊是嘞。30幾加20幾加30妹妹，40牛墟。牛墟就是牛墟嗎？牛墟就是3天，那個牛有沒有？牛的3天選一次，3天賣一次，3天賣一次。哎，40牛墟50， 50就開始沒有這種事。有。好沒有啊。20幾加30妹妹，40牛墟50好，唔係重點嘛，佢兩山做鬧到5港誒。鬧5港厲害。所以好長啊，吼。係啊。你喺鐵板合創嘛？一創唔係哦。鐵板合創。哦，鐵板排到啊，叫我合創啊你。誒，同國王合創啊。係啊，哇，你是榮幸呢。期待他的那個。真的是很這個山歌是很難呢。不，對你來講還好咧，我覺得你蠻駕馭的。唔會啊，咩改編青島嘅傳統嘅手跳。一塊是底電愛衝兩條，冇彈過。我因為那邊想拒絕掉。
感觉你安尼客家歌算是真的算是国歌级的，对啊，那种轻佻感很适合你啊。酸黑有好多了。还有听齐国老师的版本，对，听他的就对。但是我加油添醋了一下。你没办法，你没办法，他为人就轻佻。不小心用在干过嘛？不小心有点秋霞老师。本来亚述国做嘛都闹，闹五讲，意思闹到天光的意思。西方上海衰，西来不易衰。你嘛，就容易唱反调。啊，伊咧讲叽叽叽，伊咧讲叽叽叽，就冇中央啊。哦，伊咧是是是。伊咧嗡嗡嗡，伊咧嘶嘶嘶，伊咧唔可以同伊講中央啊，就鬧到天光。叽叽叽，叽叽，然後結束了以後就嘻嘻嘻，嘻嘻嘻。對，所以哦，西來亞述國本來就要較調皮，唱來當我，咁真係都係唱到嚟死牙甩擦啊你！啊，你不能想我鬧一堆胸黑文做。本来想以为是萱萱啦，萱萱哦，是闹萱萱是正常的啊。真的是，你真的就是，我是跨跨，他是跨跨，他精神已经100岁了，跨跨。哦，不过文做嘞，文做吃到同果粉合作的感觉。其实蛮紧张，兴奋哦。兴奋，因为平常时像安尼啊，有场时还穿情侣装呢。对啊，就是你在 Q 用的衫吧。有一拜就讲，因为。有一拜那年就想说要穿红色，然后就发现是在同一间店买。哎呦，这么巧，这就是默契。所以你们就是昨天讲好，就是还是买1送1，还是这个其实我的。昨天穿错了啦，不要闹成这样子，闹多晚呢，怎么穿？没有啦，就刚好一样。反正就帮了我一起其实兄弟跟老师唱啊，平常时他虽然很搞笑，就我们会上一些特别企划咩，他只是说讲到说要跟他唱歌，中国要铺分，中国给就准呀，给就准呀呗。就按呢。但你是小吉娜啊。对，我丢了，他丢了。对，所以其实他什么歌都可以驾驭。都做的啦，都做的啦，有几个风格啦，有几个意思啊。反正希望下一次啊，我们这个特别给继续来闹，哎呀，反正继续再来表现一下，好不好？算有学到，有学到，谢谢那种轻佻的感觉。至少就有再学到一首歌，学到一首。你们有没有这首歌让你有什么灵感？嘿啊，没有可能啊。周内用那条来。做一个电子调情的感觉，哎，秋哈 ，AI，好了，算了，还要加入你刚刚叫的那一声秋哈欣赏叫，我跨就好，你等下秋霞叫，哎，你刚刚秋霞叫很棒哎，对，秋霞叫，对啊，我们 sample 秋霞老师的。好了，动力会。对，我期待哦，你下一次有机会下去了表演哦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安志生，安志生，厉害，专业当潮哈。哎呦，哇塞，来好久陈梦底啊，稍微压轴了哈，就是陈伟如想要的李永贤贤啊，还有那个恰吉贵欣赏带来半山野。好嘞，完了。
爱的对没有你啦啦。哇！老小屁啊，你还主都懂影片。呀，真是的懂影片，好，两位主持人哈。同孙叫他来唱歌哎，对，差不多。叫我用有限，同孙来唱歌。最主要接到也嘅也嘅農業大擂台講，特別計劃，所以講帶電來。其實我聽到講，同龍姐姐唱。簡單，因為佢啊，佢小演出就拿個主動天才嘅冠軍。哎呀，難怪陳碧儀先唔到，屁股欣賞啲同情。老師，謝謝你耶，你救了我。哎，慢講。但是你今天沒搞嘅，你今天太端莊了。你今天穿旗袍，現在的流行旗袍是說要開叉開到這。我這就現在有這種流行嗎？這是在平常地方流行。還有很多抖音那個。我去哪撿到？哦。我開叉都開。不行啊，不行啊，這開到這我們不能播啊。就直接扒開就好了。還是我來？我還想看風景。可以。可以。做對嘛？我差比他還高。你出這個係學生誒，誒，做對。要搞高對啊，要搞高啊。要不然 TPA 搞幾毛？誒，當藝人設計嘅時候，佢已經到個比賽。對啊，比賽。誒咩？都主動填出，人家幾人小學嘅啊？小學都可以比啊。人家會唱山歌啊。我的山跟那個啟蒙老師在哪裡？慢演。瓊玉姐。哦，瓊玉姐哦。哎呦。哎呦，難怪。把空3年嘅時間，我就想講，試試看啊，4個時間，我就用顏色記，記住講，我唱什麼，你唱什麼。哦，難怪你唱得很好，手把手教學。來，可以麥克風嘿。結果他第1名啊，我才第3名。真的啊！老師被學生幹掉，這就青出於藍啊！青出於藍，對嘛？兩妹很厲害啊，一張煙啊，一張煙天天。那你是失落的還是開心的？我感冒一樣哎，懵詞。複雜的。有麥克風。複雜的心情。很複雜。很複雜，真的。我教的竟然比我。而且還最後一張呢，太過分了哈！太過分了，然後我們是對唱組的冠軍，他是雙料冠軍，我第3名而已。哎，第3名咩懂厲害咧？很多參加比賽呢。那你那時候有沒有覺得，哎呦，我怎麼演老師？沒，因為我如果沒有拿到好名次，對佢咩排誰啊？係啊，係啊。你舞台當中做唔定用，非常厲害，所以就比賽。這什麼笑？對啊，什麼話？公平，貝爾斯公比賽公平嘛。係啊。老師還記得嗎？係103年嘅時間。我幾樣時我就一直都主動都做伴奏。當年呢天才熱我就都愛分愛3熱。都也下咩咁樣？都也咩係啊？所以當年呢主動都也冇。以前係要伴兩團，而家我調係幾團，我向調幾個啦，而家冇咧變咧係鬼團咧，鬼團嚟嘅講，全部就包就是包一了，就是就中包一3熱中包，但是當天數全部起票啊，我長繭對吧？我有。你看人機械呢，也就硬起嚟。哎呦！有拉到第2天，老師就貼了 OK 繃。會痛嘛？會喲。繼續用 OK 繃。OK 繃流血唔會啦，就但是講起票啦，起票就看下痛。對。你們辛苦了3年呢，你還替白合唱嘛？對。合唱第1次。替白，其實所以我要講，我要聽到講喺老記對唱，我唔會笑，因為佢本身有山歌帶，有山歌帶，小跳就冇。跟你知道佢今日唱到樣？佢唱當好啊，表現當好哈，親吻呢？嗰陣時你坐到個當紅大分數會大多分比？簽售有咩用24分就96分咧？哎呦！其實我唱流行歌，也幾有幸我真係唱山歌也千難得，所以我分數比較高啲。你知道我雙拜啲金曲獎幾拜哈？金曲獎幾拜？大分數唔得大到。幾坦白講啦嗬，經我啲行業啊，談唔實咧啊，全部講100分，因為人上當好嘛。但是我談實我就當好笑啊，因為樣辦咧，你講台灣是在好地方，我唔聽意見你唱乜嘅？聽係咩？我其實係唱歌啦，冇押韻啦。唔係，我唱歌，但是我唔。佢唔但唱押韻，佢斯坦聽到咧。對，行假意啊，就是，佢假是冇問題嘅。你講
台湾是在好地方，山明水秀，好风光。哦，呀，台湾係嘛四季宜春，對，四季宜春，係幾碼東西？幾碼東西？世界各地來講。幾碼㗎？蔡繼文先生啊，佢所謂看下啲金曲獎嘅表演，對，調啊，都唔調嘅貼。罵啥？你罵啥下？愛下。體會欣賞哦。對。受詞哦。我印象講吼，必下水、沖水加上岸後，所以客家貢獻獎就按來得。你創有阿標嚟發，客家貢獻獎，貢獻獎，咩年冇彩賺乜嘢？當然有貢獻獎，有得行彩，攞誒，真係要幾邊拿？咩貢獻請叫你客家？喺冇彩話行下要幾邊拿到？哦，他時常做在寫來示範一擺真口嘅沖法。做對啦，好啦，比如講，你創2雜事、4雜事、5雜事嘅水彩，一般你會創台灣色彩好地方啊，山明了，水秀啊，好風光啊！當打啦哩啦啦，唔怕，幾無常啊！好，四季宜春，嘿薄天啊，世界了，各地啊來觀光啊！這係幾天數啊？你請過來演的呀？哇，先生，好糖。多謝，安尼，以後假使講有乜個太長數，也有乜個地方，就拿來唱，一天也好，乜個告訴佢，一看佢都知道，也有阿標。好，你唱冇阿標，唔開會唱。但竟然有阿遠啊！台灣色彩就好地方啊！你啲上海語牙錯乜嘅？阿塔啊，咩來都有得嘅好地方啊！有，那天對，有看到有。中央加青島司機，很多碎詞在裡面。對，還是要有這大師，你看幫我親自填的這個詞。兩條配起來啊！配了，兩三台調度配咧。哇，配了我又可以再吃10年。三個字就有幾少一屆嘛？露台係嘛？啊，三個就了。三個字夢中有。我那天本來挑啊。他給你勞動，還不衝3個字。哦。哎，還不在勞動地，就會衝給露台。是那風啊，愛出來去上路啊。哎呀，還愛好嘅踢一條三個字。做啊，其實愛也懂路啊。好啦，其實哦，一當羅斯看冇，你講露台香羅명士鳳，cái鳳就當到4號做嚟。哦，當到雲羅斯鳳啊，鳳啊，露台香那一路啊，명士了鳳啊，做人做了事啊，最為了鳳啊，最為鳳啊，講到做人做事啊，那要很難的講。屁股心臟病，真的對不對？照顧我們晚輩，先客家最公認的這個大好人呢。哎呀，好好先孫呢，哎嘛。為什麼你要笑成這樣？
我同講，今日比賽全部係同佢辦做嘅，唔是每日。係啊，唔看之前按到家家有個天窗一來比賽嘅，全部都同奇怪先生，愛先生奇怪先生。謝老師無怨無悔，真的真的無怨無悔。你唐豆厲害，全部絕對不會放過。明明練習開始節就是彩排的時候，我就說老師有沒有信心？他就講。要看你有沒有信心啊！有信心啊，對啊。把球丟給你啊，我是沒有問題啊，問題是你。哎，他沒有這樣說，他是說，哎，要看你有沒有信心。你有沒有信心啊？有啊，有啊。我有信心啦，我有這28個字啦。沒錯，謝謝。大師提款。對啊，對啊。安子姐呢？哎，什麼奇怪先生？謝謝哦。我現在好好保存起來，回去框起來，框起來。我記得安子姐，安子姐。安先生。哎呦，哇，今天那個交流會已經結束了。哎呀，哎，交流都交流啦哦。又開心啦哈。哎，交流開心啦。歡喜啦哈。哎，通都有送了啊。不會說，還沒有難色。還沒有呢。恐龍辛苦你了哈，辛苦了啊。好了，哎，要結束，俺這裡看下一段精彩表演。哦，看下來看哦。好了。其實青島高速背後的推手，推手，這還真的，還得夠金球獎，對，像話嗎？沒他剛贏哎。客家音樂如果沒有他哦，應該就少了一大塊。真的哦。愛，真無奈。愛，我唔知。農業音樂會，哇！今日的節目不得了啊！說得有腔都壓味，特別來賓來到我哋節目當中。哎呦，個真係冇簡單咧。冇簡單，又唔係冇簡單。其實一位哈啲華語、河洛語、哈、做台語，還有客語嘅音樂，有動深刻的影響嘅一位先生。影響你嘅先生。影響你嘅先生。誒，重點佢唔係講嘢咯。係啊。佢係青島高速背後的推手。推手，這還真的。還得過金球獎。對。像話嗎？沒他講嘢。客家音樂如果沒有他哦，應該就少了一大塊。真的哦。這真的。他曾經在一個單位服務過，有出青島回來嘛。係啊，當叫無來到俺的節目嘅。基本帶佢新嘅作品來分享俾大家。係啊，最後夾夾嚟介紹俾你所有嘅鄉親朋友啊。冇錯。先彈佢唱歌，等下好好讓訪問佢。來分享一位金曲歌王藍啟榮先生。我的愛，我唔知你愛我無愛，你講阮是戇大呆，害阮心內起風颱。你佇阮心內。我也知你真心對待，雖然情意我了解，緣分嘛愛天安排，愛真無奈。我唔知，雖然你對阮表示這多擺，你攏當作你唔知。I don't mind if you come back to me, I gonna try. Lord, don't let me down and make me cry. Darling, I love you. You're always on my mind.
知你真心对待，虽然情意我了解，缘分嘛爱天安排。 真无奈，我唔知。虽然你对阮表示这多摆，你拢当作你唔知。爱中买。 If you come back to me, I gonna try. Lord, don't let me down and make me cry. Darling, I love you. You're always on my mind. 为怎样你拢袂当了解？对你深情的目屎。 其实阮也感动，请你耐心来赞叹。爱，真无奈。爱，我唔知。虽然你对阮表示这多摆。 你拢当作你唔知，爱中买。If you come back to me, I gonna try. Lord, don't let me down and make me cry. Darling, I love you. Always on my mind, darling, I love you. Always on my mind. 哇哦！来，可以用心上。我的天哪，汉 Q 我看到啊，汉 Q 我看到啊。我们现在这个字是凹吗？ 啊，常常都是凹啊！对，我就早知道我穿厚高一点的鞋子。哎呀，没有那么严重啊，你也不矮啊，真的啊，你不矮，对，要不然没关系，我们绅士一点，我们扒一点。这样聊天吗？叫做我在比。这样聊天，我们20秒内结束可以吗？我没有练核心肌群。太把他扛了，543就对了。哎，肌力松力拜雷安肩膜一哦，差不多5年。 5年的时间不止吧？我记得差不多2020年的时间。真的吗？2020年跟有来过。有啊，俺该时都台六哈，去当那个两岸的音乐总监啦。啊，故说因为疫情，赶快把光款的，赶快溜回来，怕被封控了，怕被查到了。人就来一到台湾哈，就台港电视台那个制作单位就大田风感，老师你要不要来唱个歌？我就被抓来了。哦，对，唱一首歌就拍屁股就走。哎呀，蛮好赚的嘛。所以有5年了，我觉得好像懂久啊，懂久冇真的。真应该要多年哈，就是到处飞来飞去啊，带一些小朋友啊，就爱做。 青岛的唱片，就是一些帮一些台湾的一些独立乐团啊，做青岛的摇滚的专辑。摇滚的吗？越来越有摇滚像哦。有。跳下个狗也没有吗？我要滚吗？对，你看那首歌就好多个层次哎，你的曲风好多，一下变雷鬼，一下变摇滚。对啊，超，因为 R&B 这样。头摆来做那个从小哈就躺在西洋音乐长大，西洋音乐长大。故事我脑袋里面都是一些外国的很奇怪的东西，已经内化成你自己的节奏感。一定会，你客家做按多种准是的，客家一般以上因为做的，可把在个极深的时间嘛。因为生年的嘛，错啊，
做到讲也基本讲。俺第一件没学讲人啊，这件太假都唔掂，俺迄五味番薯啊，爸爸迄外省人，妈妈迄河洛人。我说俺要做客家人，俺要生的就像迄外那个原住民，原住民，所以我是台湾长得又像原住民。对，我真的是英文歌的时候，你是台湾原生各种种这样。对，我如果这样，我好像你是泰国来的。对，我每次在路边都有人问我说：“哎，先生，请问你是泰劳吗？”我说：“哎，对了，我常常去泰国。”哎呦，这为什么想一想会用那时候的后落转型？对啊，单曲你还单曲？其实单曲跟因为金曲奖民国18年的时间，还得到金曲奖嘛哈。歌数，妈妈都老讲，儿子啊，你不要老是唱妈妈听不懂的歌。我说给他，你要不要唱写一些母语的歌给妈妈听？因为妈妈有歌星证的歌星。什么意思？妈妈以前有歌星证，你妈妈老公，你们歌星为什么歌在这里？不是，我以为他从口袋掏他妈妈的歌星证。我还以为这是歌圣的，歌星是在这里。对。然后就妈妈就说希望你出一张闽南语专辑，所以18年你也是世家啊，你妈妈也是从小被影响，可是从来不想去听。所以妈妈以前也是有做表演的。从啊，妈妈神作。真的像古典美人哦，真的。我妈妈长得很漂亮，所以你妈以前是有在秀场表演，还是有联美大歌厅？我有联美大歌厅。哎呦，我妈头牌时间还有。妈妈有艺名吗？妈妈我们那时候当时叫石什么忘记了，就是她的艺名俺们店。不过她老师也姓石，叫石桥。石桥哦，那个大佬，一个大演员。后来有一个大佬嘛，创作大佬。后来有一个前辈，对其实我们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被妈妈影响，说那我是不是要该写一些闽南歌？故说民国18年的这种以后哈，我就开始拼命的帮一大堆金曲歌王歌，像施文彬也好啊，什么王世贤啊，镜头还有那个比如说那个闽南语歌王那个蔡依德啊，蔡依德给镜头会挨下，同时下镜头的歌，后来老板跟我说。老师，你帮我们那么多歌星写个干脆啦，你出一张啦，这个发一种，这个就出一种给阿布听维瓜的全创作专辑，是10首歌全部写我爸爸跟我妈妈的故事。因为爸爸跟妈妈差30岁，30岁哦。对，以前很多对外省人拿过来台湾，资深来台湾也是有一些需求啊，对啊，然后就是成家立业会去乡下啊或者什么有没有？给我做老婆。罗哥又讲到歪切，那真的。静营有青斗，就是像他们外省打仗过来的嘛。对啊，我那天也碰到一个啊，差16岁还是26岁这样，27岁哦，都有一点年龄差。对啊，差了27岁了，对啊，也是一个但是他很幸福，那我妈妈都很幸福，因为爸爸都会很照顾他们，对，把他当小孩一样这样照顾。对，所以那把那故事就写进来，写进那张专辑，所以也刚好我就觉得自己人生我想要在因为我在跨3个大族群嘛，法音啊下镜头，因为头牌时也都镜头你们提吼，民歌手出身的，我知道，木吉他民歌餐厅，同时同期歌手有张宇、游鸿明、王中平、黄家千、青斗我们同一时期，那个老板都讲说，哇，这家民歌餐厅早晚会被他搞砸，为什么？因为前面那个张宇喜欢砸钢琴，弹很大力，有时候又来一个栾克勇，半斤八的。里面有管像刚刚唱的那一首歌，也还轻型发行给单曲。错。他还用一个谐音梗有爱情的爱，英文的爱，还有爱。每日一句，教大家英文就对了。那条歌是怎么发想的？其实是国泰国时间，然后待吉他社嘛，然后就常常在那个吉他社团里面大家就一把吉他，一群人就围来，你一句我一句，我一句，还是我还以为隔音不好，都聽到那愛的聲音，對啊，然後發想，原來這可以變成一首歌。其實剛開始沒做對了，對，什麼人他就會怎麼聯想。對，不好意思，我都是歪。我們不用 X 光片就知道，不好意思，他腦袋在想什麼。來繼續。其實剛開始就是我們吉他社的學長學姐們，大家一人一句，下列蔬果。
写下了这首歌。然后这首歌，那时候在大学青斗那个时代，30几年前，这样讲我们的年龄就曝光了，没有关系，没关系，看也看得出来，差不多。没听到啊。该时间那时候这首歌在全台湾各地的大学，那个社团呐，就是每一个社团写一句这样。他们没有，他们就一直流传这首歌，因为他们在救国团当时鲁拉拉的活动中唱了这首歌，就全台湾就各地都风靡唱这首歌。阿廖树国经过30多年30多年以后，没有人记得了。在我脑海里面。所以这是30多年前你跟学长姐共创的歌曲？不是，是他们写的，然后传给我，他们唱给我听。真的？那只有我记得了。就整首吗？对，就刚从那个鬼条。因为去年我督导太高时节这个大学的吉他社副总干事，给到讲，阮老师，你看我这当时留的手稿还在。故事我还看到手稿，我好感动。我说我把它补完，把它写成完整的。就是所以完全都没有发行过，只是在坊间你们学生团队。就好狗味吗？他本来就是台语歌吗？他是英文加台语。我讲，所以当时30几年前，台湾就有一群人。好前卫哦！30几年前唱这种东西是很恐怖的。对呀，这大家都是一把吉他就直接这样唱的。骗妹妹很好用哦，吉他手都喜欢背一个吉他，是校园民歌时期啊，超就帅嘛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真的就为什么会没想说要发行呢？奇怪哦。就30几年后我做完就真的就是因为一个突然，这样会不会突然勾起大家很多回忆杀？真的，5年级生会感触特别深，对，而且这种好的歌被埋没掉了，可惜了啊。都大宋太的呀！这首歌我还把它编成了英文版。英文版，还做了你有唱啊？你还有一个全英文版，全英文版，而且大叔国还已经跟法国唱片公司签约了。法国对，还要翻目前最大的唱片公司法给到说，老师你这歌很棒，我们帮你发行到全世界。酒棚，这样流行啊！我也没想到。对啊，你可以。你唱还是很台还是吗？我歌很棒。不是台语跟法语很像的吗？超啊！这被黑了。偷到油，比卡崩，哎呀，恭喜啦！这算圆一个梦吧？是啊，让很多5年级生而且回想起一条特殊的事情，不是把这个好的作品可以流传下来，这个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啊！大宋的人，让我回到年轻时代。对，好，那接下来要不要再来唱一首歌？好吗？因为青头你们来，我说老师你怎么最近好像从民国100年得了金曲奖，那一年我拿了4座金曲奖。他就说你为什么不再做客家歌？这个当时的专辑名称叫做独一无二反串客。他也跟我说哇你好拽哦，你怎么会写这种？我说我只出1张不出第2张，是当时的意思是这个。顾仲来就发愿说我要帮所有客家素人做唱片。素人呐？对，所以那时候这从那一年不收钱的，是不是？小姐，我不是国际视社会，我听成上人，他不是慈善事业，他不是上人，他是素人。对。顾仲来就有发愿说我要帮很多人做唱片，我就一路做了哇好多素人的专辑。根本应该分太大分享哈，有一首真的让我很感动，一首歌这首歌歌名叫《客语是台语》，哈尼黑台语，因为客语也是台湾语言的，台语是法语，是。我们讲台湾。哈尼黑你台湾国家语言之一。对，因为台语有包括我们台湾本地的各种语言，包括喉咙发呀、原住民语啊呀。顾仲来大叔狗，我当时听到这首歌我真的很感动，因为那时候有一些在争取说这个权益嘛，语言权益。顾仲还要给亲爱这个作者给亲爱说，老师你可不可以帮我把圆梦把它做出来？所以他写词吗？国会底下，你根本有来吗？有，所以要跟你合唱是不是？对，我想要说帮助他们，带着他们一起来唱这首有意义的歌。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，客语及汉语黑台语。好的。汉语黑台语，300年传承下来的土地，好多原住民爱生客家语，大家强跳起一条线。
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，就会这首歌我们才发布4个月，就会在网络上造成了8万的点阅率。哎呦，哈嘎高素人的哈嘎歌真的没有，非常少。哦，因为这是国，因为这是国下多，你哈嘎你的心。水，眼里条强阳空虚，大家连强阳嘅字，打出无强阳，长长嘅发，来定看强阳望去，眼里散强阳风采。大家係強陽嘅島，想識無強陽嘅台兒，客兒係台兒，係阿妹見來出台嘅詞，紅羅yen住另外身客家兒，大家強條件。條線，客兒嘅台兒，300年傳承下來嘅土里，好多人出名愛成客家人，大家強條件一條線。強陽望橋，眼裡散強陽風采，大家嘅強陽嘅島，上色無強陽嘅台兒，客兒嘅台兒。300年傳承下來嘅土里，好多人出名愛成客家人，大家強條件一條線，唔是強行出來客家真有名，唔是強。不是強，盡量講出阿公婆嘅衫，盡量充分真不談。客兒係台兒，係阿妹嘅愛出台嘅字，好多人出名愛成客家人，大家強條件。一條線，客兒係台兒，300年傳承下來嘅土里，好多人出名愛成客家人，大家強條件一條線，好多人出名愛成客家人。大家強條件一條線。
哎，汉语台语，齐心上后。哦，今天是他的处女秀哦，真的哦，真的第一次就给我们，唔会紧张啊，第一拜就过来对吧？有人欣赏品啊，唔会紧張，有台詞睇啊，冇。台詞睇啊，係啊，阿能講親切咧，唔可以啦。其實阿能講吼，其實客家曾經得過嘅演講比賽，演講比賽啊，用漢語演講係嘛？係演講，全國的嘛？係全國的，哦，全國比賽，演講比賽有厲害哦。講乜嘅？如誒會出啲題目，哦，現種出哦，現種出題目，基本上出到乜嘅題目？人間那裡有文情，人間那裡有文情，哦，主要題目就係講因為該難講。因為你南浦客嗬，因為人間嗬，冇文字，嗰度改快講，要記啊，嗰度先嚟講。跟人那叫伊比賽，差唔多3年前咧。3年前哦，3年前對下差唔多啊，咩冇話文字。我是查清楚啦。前面來後夾到貼都有文字。哦，真的哦，電視欄欣賞以後啊，係冇，2年用辦件事咧。你係上去做條歌嘛？講下你上去，有擺彈呢條客家歌，有擺彈佢滿意同埋編曲嘅，睇到編曲嘅欣賞，一路亂曲嘅欣賞。你用嘅寫 email，基本嗰人因為係詐騙啊，我個用係是阿用欣賞，要同係飛，要飛的啊！啊，就馬上就聯絡到，聯絡到，啊就願意。同時做兩條歌嘅係嘛？哦喲，佢就係竹科工程師出身，高科技人才啊！高科技，哎呦，我是工程師，你沒有爆肝吧？沒有，好的冇。做咗30年工程師，30年，呢度係趕啊，趕難保留到，保留到，也上咗係風險嘅客家。哦，那也之前真是難能可貴啊！係啊，真讓我想要做一件事情。公司啊，因為個器官咧最主要係奇妙，啊咁樣個奇妙，個奇妙係退休以後，係想去尋件事情，開本自家時間，花起嘅時間，咁樣個快樂。可能時間都上到客家音樂度啊。係喲，咁本來就係即係講客戶卡講客嘅。我民意講下翻咧，民意講，屯生人嚟講，屯生人嚟講，沒講啊，所以生人有冇講客？我講客語家庭，係家庭，誒當真咧。你喺喺邊？唔帶哪邊？我係屏東人，我而家喺咧竹東。竹東哦，竹東哦，全部都係南市啊，竹東係可以六強，對啊。哦，有嘅環境。係咪？佢講真咧，唔知做30多年嘅工程師，係啊，啊退休。講我前一陣興趣咩？某一天喺做過嘅啊，下下架過嘅啊。如果佢退休以後，佢可能啲竹東公園就可能嚟矮起嚟啊，我創山歌啊。因為你愛是個工程師壓力實在太大。壓力個太係故意愛同壓力嚟排解係咯，係唔是？係都拿啲吉他唱歌嘅，唱歌出客家歌，唱嘅就係客家歌，係啊。所以全部自家創作嘅嘛。我其實我主要同埋練聲上開始彈啦。佢條擺大學吉他社的，真係啊，吉他社難怪係，難怪係。對啊，所以跟用我想我用漢語做為台語，那有啲咧。好像那個意識形態，好像有點基本教育派啊嘛。對。因為我哋講是把嚴肅啦，係用輕鬆嘅方式嚟講。講因為講任何語言政策嘅制定改變啦，一定要考慮到不同族群，因為語言嘅情感嘅認同。比如講我從細時節，阿爸、阿公、阿婆都同人講我哋客語喺台灣嘅語言，既然喺台灣嘅語言，當然都係台語。嗰兩個寫條歌，最主要都傳達一位理念。我講因為我哋歌裏面最重要一個講到族群融合。因為也真係下嘅時間，嗰種對啊一位題目冇共同意見，嗰個草詩，因為也唔正確嘅事情，不應該為咗事情嚟草詩。嗰種係對族群融合嘅角度嚟寫一條歌嘅。因為真係有的，比如講較年紀較太壯皮，基本因為講，因為嗌客家人嗌咩當初都來到台灣嘅，對冇？400年前嗌咩來到嘅，咩羅漢卡來，做埋人河洛話。
很多团员，俺学吧就没有很多团员，对吧？我有啊，有那种想法啦。有。哎呀，但是其实啊，他讲我其實上嘅想法清楚，對啊，他講話就很多一隻國家，一隻多哎呀，就他講講無分太細無分嘛。我說他講喺歌詞裡邊，他講空條筋一條線，空條筋一條線。係啊，講喺歌詞講，我哋看空樣嘅棒球，三空樣嘅風采，喺度空樣嘅多。哎呀，嗰種他講有想象嗰樣嘅意思。誒，真係哦，哇！迄所有按台灣人吼，台灣不管乜個出拳啊，乜個出拳，乜個震動，迄個就有那種想法就好。誒，我哋出嚟大陸，我出嚟見識。做得啦，我同意，我答應，我答應。工廠是應該30年傳統多錢啊！係啊，你出去來富啦！香港個傳統。冇，誒，先去個先迄個有冇？嘅選票補助款，誒，懂。咁先多張油啊！先多張油啊！冇先多冇啊！你要達到那個門檻張油哦，冇配嚟啊！哎呦，真的，哎，我知道有條歌真的非常有意思。這首歌最特別的地方，就會這首歌我們才發布4個月，就會在網絡上造成了8萬的點閱率。哎呦，所以他搞到素人的客家歌，客家歌嚟講真的沒有，非常少。哦，因為客家歌來講，因為客家歌下都會你客家你的心，真的寫到人的心聲裡面。我說客家歌真的很特別。哦，表示講有青島嘅客家社團有分享。對，係嘛？一希望有條歌嘅嗬，真係俺所有嘅觀眾朋友聽到以後，以後參加比賽嘅朋友，咩做得到一條歌，做得寫出嚟。哦，來一邊來比賽嚟創一條歌，應該做得啦嗬。版權冇問題啊，冇問題啊，請確聽一下。係啊，應該喺幫喺度用啊。當然做得啦。用250蚊元呢？減半，唔是減啊，版權確聽，喺日就出嚟啦。對。哦，真的，今日真的非常神夢兩位啊，係啊，一位出新的單曲，單曲，一位帶來按有意義的歌曲，係啊，哦，哎呀，當好。係啊，多謝呢，多謝呢，係啊，哦，希望嘅點閱率見嚟見過，繼續分享下。係啊，誒，下沙來蘭先生還有一條歌要同大家。還有啊，還有啊，排隊，嗌到冇啊，做得專不卡嘅，嗌到錯嚟。我跟一唱冇一唱個堂嘅款用嘅。沒有，不好意思，還有一首歌的，還是合唱的嗎？沒，真嘅亞叔哥，真嘅好，講真嘅好。我其實不太敢在公眾場合唱這首歌，因為亞叔哥會寫我嘅爸爸嘅故事，就爸爸嘅故事，因為我知道厲害世界吼，沙菲亞吼，大家好像親子之間都有一個距離越來越遙遠，因為網絡時代嘛，所以你全部黏在手機上嘛，所以爸爸永遠都是賺錢最辛苦那個，可是跟家人是距離最遠。嗰時候還是寫了一首貪淚。就是淡了哦，淡了。那我寫這首歌其實差不多5、6年前吧。本一在黑屋上嘅新的客家歌手叫曾怡玲，不記錯。曾怡玲，記錯，他的 MV， 給 MV 也是我找他爸爸跟他拍這樣。其實大概吼，看到幾個 MV 我就會哭，就會叫。那我就想到我爸爸，因為我爸爸這一輩子都很辛苦。故事完，我當時在編曲的時間，其實大家都問題哈，我常常在窩在家裡編很多歌。是，那這裡呢，那個琴啊，還有譜啊，上面都是濕濕的。哎呦，因為我每次彈到，這裡都會哭到亂七八糟。是，濕濕的你會流手汗嗎？流手汗也有，丟子沒有啦。丟子啊，胸都動感動。沒有這裡啦，真的唱這首歌我會覺得很感動。你看金伯你真的是鼓足勇氣來唱這首歌。第一拜在電視前面發表這首歌，分台卡堂這首歌很感人，而且很難唱。所以我們的金曲歌後，哈拜。你來挑戰看看，做個示範好不好？真的讓所有人通通都不敢唱。你自己好好唱，就讓大家不敢唱。那我們今天來看一下我們阮老師鼓足勇氣唱的這一首歌曲。嘿，給自己一個誒。貪嘞，好，淡了，來。
强自藏的我辛苦，用一张的牙给苦心，爱离开故乡，离开家，天从挂肚，情难杀。母子留情丝丝挂念，上到头摆烟台之家，流落定能给发，没也娘不可，俩下重逢。在飞呀，回忆你老来之间全部叹泪，新老新的记忆有根眼泪，时间停不下，想念你丝丝的拍法，在意错人故乡的熟悉的茶。回头看不到你，喊不出伤，爱情想念你，落入故事的悬崖。强自藏的我辛苦，用力张的牙给苦心，爱离开故乡，离开家，天从挂肚，情难杀。母子留情丝丝挂念，上到头摆烟台之家，用我等能给发，你也让不可，俩下重逢。不再飞呀，飞，你老爱之间全部叹泪，新老新的记忆有根眼泪，时间停不下，想念你丝丝的拍法，在意错等故乡记忆熟悉的茶。回头看不到你，喊出伤，爱情想念你，落入故事的悬崖。你老爱之间全部叹泪，新老新的记忆有根眼泪，时间停不下，想念你丝丝的拍法，在意错等故乡记忆熟悉的茶，回头看不到你，喊不出伤，爱情想念你，落入故事的悬崖。